大家好，我係陽光仔，今次嚟到珀麗灣為業主進行全屋鋁窗維修及防漏工程。師傅到埗首先鋪上帆布保持地方清潔。可以見到單位鋁窗全部嘅窗鉸都出現氧化情況，住喺較潮濕地區嘅業主就更加要定期留意鋁窗配件嘅損耗程度，避免危險發生啊！嚟到防漏工程部分，可以見到牆身出現嚴重滲水嘅狀況，一齊聽下師傅講解滲水嘅成因啦。即係呢個位置叫做框底呢度儲滿細水啦，咁會喺呢啲位逼出嚟。咁逼出嚟咧，咁佢喺個底度啦，或者藏喺呢個貼片度啦，咁咪會咁波出嚟咯。工程完成。